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耶稣，伫你降生的纪念日要来临之前，每一个礼拜日拢是抬降节。愿意用较无的心来到你的圣殿，愿伫你的面前伸出阮的双手，恳求主你施恩赐福。愿伸出阮的双手，献出阮的感谢、阿乐甲敬拜。愿你的阳光得到阳光，愿你的圣殿才做平安的所在。至圣的天父上帝将所有侍奉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。求你，互阮用圣神，用阮的心神来侍奉。主洗清阮，互阮真侪圣洁的器具，伫你的圣工的中间做主你的路用。阮为着三个小会员来祈祷，求主你，互阮的小会员，伫你的面前带着阳光，徛伫众人的面前捧你的杯，互每一个伸手的人，因亲自对主耶稣基督来领受这个祝福。愿圣歌队所吟的乐乐，探到天顶至高的所在，归阳光天父上帝。愿你的圣神降临伫会中，互所有参与今仔日礼拜来到你的面前的人，无空空离开你。主，这是阮确信，也是阮所期待。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归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个腊节代表我奉主耶稣的信仰，量得这个腊节。腊节代表喜乐，我奉主耶稣的性命，量得这个腊节。看，上帝是拯救我的，我要倚靠伊，也无惊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气力，是我的诗歌，伊也真做救我的。恁要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唱水。伫迄日，恁要讲，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，将伊所行的报扬伫列邦中。这是啥来吟圣诗211首。圣诗211首，上帝设立安息圣日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感化我心的真理。
上帝主名显明，予我的家与阮作证，通欢喜，通欢喜，予我作对万能福气，大家心多，大家多想，祈祷敬拜敬虔，愿主赞我虔心观音，真正是人做你学生，通欢喜，通欢喜，今日通甲心多三件，将上帝主名显明，予我的家与阮作证，通欢喜，通欢喜，这种安乐无通三遍。阿门。请咱永远徛伫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我信上上帝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前来受苦，并是日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甲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上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归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来看启应文31篇。启应文31篇。迄个捌受痛苦的地，无搁徛伫黑暗。请上帝互沿海的路、约旦的河外，当会家己你得着阳光，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。徛起伫死人的地下，有光照因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想死咱，伊要负担国政。伊的名称做奇妙的魔术，永远伫地爸和平的人君。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，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，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，保护伊，对打到永远。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食即个事。咱再来三角吟圣诗206首。今日是主设立做成206首，请咱一个吟全首。今日是主设立做成，我着遵守大地安宁，求主今日行我心内，拄我黑暗，护我光明。
萨甲阿头来祈祷。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永远学乐你的名。感谢你为世间人赏赐阮你的独生圣囝。阮要用感恩甲期待心，等待主耶稣的降临，为即个世上带来愿望甲拯救。主，求你进入阮的心，互阮会当时刻甲你同在。求主时刻保护阮，互阮伫冤巧白恶的世代，会当靠主来得胜。主，恳求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会当为主做见证，有主做工，为主来传福音。主，伫即个充满听甲分享的时刻，阮意爱甲阮的亲人、朋友、厝边，会当做伙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恳求主祝福阮的教会，诚做是带互颂扬人愿望温暖的教会，是同心合意，啥物拢无爱，干那听上帝的教会。主，愿你圣神大大运行，使用每一个愿意伫你面前献上的工人，互阮的服侍，哪服侍哪甘甜，哪服侍快乐哪加添。阮来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上帝有空，就是拄伫世间的罪，求你明愿。上帝有空，就是拄伫世间的罪，求你明愿。上帝有空，就是拄伫世间的罪，使阮平安。学乐，请圣歌队。你
请三间来恭守上帝的话。圣经诗篇102篇26节到27节。第26节，因要灭无，独独你久长伫地；因要亲像衫渐渐旧，你要将因改换，亲像改换衫，因就变换。独独你无变换，你的血受无穷尽。搁来看一位圣经，希伯来书13章第8节。希伯来书13章第8节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仔日共一样，直到代代，正道永远的较久。请曾牧师。所听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来信耶稣遮尔久，对咱初信到今仔日，亲爱的姊妹，请问你敢有得到永远的确信？就是讲，主啊，你是我满足的喜乐，是我永远的福气。人实在是袂相信。但是咱的上帝是永远无对咱，互咱失去信心。太讲这就是一种伫听候中间重建信心的礼拜日。太讲这就是伫噩梦听候中间来听候上帝搁一届，互咱的生命得上加得，运上加运。伫咱要领受上帝话之前，咱同心祈祷。活命的主，阮来到你的至圣所，亲像2000年前遐个来朝见主耶稣的故样的，亲像对当来的朴素。2000年来，基督徒拢咧听候主耶稣一摆搁一摆，伫人的生命中间。正说生命的真光，主，阮听见你甲阮讲的话，你要用永远的听来听阮。伫人的生活中间，阮常常失去信心，因为当阮满嘴讲我爱你，但是人甲人中间的听，其实是无久长。伫面人的上帝，当阮听见你讲，你要用永远的听来听阮的事，这些是阮袂通了解，但是却是心内充满渴望的期待。伫今年的圣诞节、太降节的时，阮阁定心布置，准备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。主耶稣，你为着每一个阮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恳求你，搁一摆来到阮的生命中，因为你是天父上帝所应允、永远的确信。阮嘛伫你的面前用祈祷讲，主耶稣，阮要对你到一生的路尾。虽然阮安尼讲出的是心内胆胆有惊吓、无确信，但是我是信实的。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听你的罗卜的祈祷，互阮众人同心的礼拜，诚做一个，互上帝你圣神搁再充满的圣主日。主对阮讲话，互拄久的人醒起来，互失志的人欢喜跳跳。主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是甲你面对面。你对天降临，你对门外拍门，你进入阮的生命中间。因为对少年到今仔日，你拢无互我失望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安尼讲，阿免。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。主，阮静静徛伫你的面前，主求你将历代先知
因所写伫圣经内底的话，今仔日讲互阮听，互阮知影，其实你的英文对4000年前的阿伯拉罕开始，到今仔日，你的英文无空空。祝福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的灵魂体拢得到坚固。愿将阮的心交伫你的手，求主你对阮讲话，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抬杠这是什么种的日子？咱的信仰的前辈自从耶稣基督离开世间了后，因当年拢咧听候主耶稣的再临，因为主耶稣甲伊讲：“我离开恁，要到天顶，甲恁陪伴所在。”我要搁再来，所以抬杠节不但是咧纪念2000年前伫伯利恒出世的主耶稣，抬杠节嘛是咧听候咱所敬拜的主耶稣有一日有一个神圣的时刻，搁一摆对天降临。听候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，我毋知恁有同意吗？咱甲上帝祈祷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、赏赐我。有外人在，原的一摆，咱感觉不耐烦，咱甲主讲，害互我等遮尔久，对无？听候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，但是听候是一个足重要的功课。所以抬杠节就是伫噩梦中间的听候。在指望当中有盼望，这里盼望圣经原文也卡，伊的字根就是听候，所以噩梦就是听候。亲爱的姊妹，要真侪成熟的基督徒必然会经过一种的操练，就是伫祈祷中间的听候，耐心听候，常常噩梦，常常祈祷。和上帝讲，甲上帝讲，主我安尼期待，但是照你家己的时间，毋是照我的时间。亲爱的姊妹，愿每一年的抬杠节，拢帮助咱的信仰得到成长甲进步。所以，伫今年的圣诞节，咱要用安尼来做祈祷，讲：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诗篇100篇第6节，耶和华是信实的。今仔日的题目叫做永远的证据，永远的确据，永远的应允。在咱的人生中间，有啥物是永远的？老爸甲囡仔讲，爸爸一定做你的后盾。但是做事大人的人，咱知影，咱讲这句话，无代表咱一定会通安尼做。伫人生中间有真侪无法度确信的。我讲一个真互咱感觉，这个时间会震撼咱的。人死了后，连伊家己要穿什么衫做个别色，伊都无能力，对无？人伫最后的时刻，什么人咧甲伊换衫？人连这种的代志都无法度确信，那安尼人算做什么？主耶稣讲，信我的人，在今生得百倍，在来世得永生。恁敢有相信这句话？主啊，我相信这句话是一个形容词，还是讲主啊，我相信你永远的确信，就是对今仔日到永远。所以伫我今生今世，我要看见代表的祈祷讲，主啊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伫你的遮有永远的福气。满足的喜乐，永远的幸福是什么？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的礼拜嘛，提醒咱有一种的功课，就是伫将来，当你目睭瞌困去的时，你无搁再烦恼你要穿什么衫。因为倒伫迄个棺木内底穿什么衫，对咱来讲拢无路用啊，对无？但是咱有一个确信，当我目睭开去的时，
主耶稣要用伊的荣耀的白衫，就穿伫我的怀抱，就亲像我出世，老母用清气的婴仔的衫甲我穿咧，然后老母就甲我抱咧，甲我笑眯眯讲，我的心肝宝贝。永远的确信就是咱相信，上帝要将这个永远的愿望赏赐予咱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圣神对你讲话，对我讲话，对咱讲话。愿圣神予咱有智慧，特别予少年囡仔。少年囡仔上重要信仰的功课，就是伫上帝圣经、上帝话顶悬找到一种的智慧。就是伊对伊少年一直到退休，拢有路用，对无？有甚物人会当伫上帝圣经的话当找到这种的智慧？就是当伊少年咧找到伊的人生的标杆、人生的目标。上帝给伊这个智慧，伊找到一条路是一世人免换跑道，而且迄种的智慧永远甲伊相甲伫地，直到伊退休。永远无代志，迄个智慧永远是伊的亮光。愿天父上帝怜悯赏赐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伸出双手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赏赐我你活命的话，因为你活命的话有真侪，我虽然有读，但是我并无真正明白甲得到，就亲像。上帝讲：“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。”或者这句话敢捌伫你的一生中间，真多，无论透风落雨，伫实际的中间，你拢永远确信讲，无任何打击会通互我拍倒伫土里，两者无亏难。愿主帮助咱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是上帝的宝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：主，我确信。主我确信，主我确信，无论什么代志、什么人，拢袂通加当你对我的听。兄弟，对家己讲，我确信。愿咱伫天父上帝面前，咱来建立，互上帝话真侪咱生命的照盘，互上帝话真侪咱生命的快乐。今仔日的金句讲：设使我若失信，设使我若小信，总是我的上帝永远无辜负我。伊的金句安尼讲：我纵然失信，他仍然可信。失信这个字叫做apistos， 通faithful 通相信，就是信息的上帝。伊个字叫做 pistos， 所以这两个字其实是同字。一个字就是信息的，一个字就是伫信息的头前，佮放一个 no， 无信。英语的圣经甲伊翻做小信 faithless， 伊伫个信的后壁加一个 less， 就是无还是少。所以弟姊妹。咱的信仰的前辈伫2000年前，因就将这种的信心放伫希伯来书。这个希伯来书是咧回应所有旧约的经文。希伯来书就是犹太人经过2000年前到主耶稣了后，因对犹太教变做基督徒，然后因将因2000年来祖先的信仰重新做反省了后。因就写伫这个希伯来书的中间，无人知影这个作者的人的名，但是统称叫做希伯来书，就是希伯来书对旧约的信，因为耶稣基督进入新的改变、新的约。伫这个中间讲，设使我若对上帝无信心，但是伊犹原是上帝，伊无互我失望。所听的姊妹，这是我64年来我的感觉。我的父母介绍我认捌耶稣基督，我的父母教我读圣经，一直到今仔日。其实这个
今仔日的题目就是我的见证。我的上帝对我少年到今仔日，拢无互我失望。我要送互兄弟姊妹，原咱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，原咱的人生拢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就算做我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就算做我失去了所有的气力甲信心，但是阿爸天父，你永远无离开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的教会真多伫这个世代愿望的记号、信心的记号，咱同在伫面主耶稣的面前，因为主耶稣本身就是带来这种的应允的主。所以今仔日新约的金句、新约的经文安尼讲，主耶稣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，都是阿们。主耶稣基督，昨日、今仔日，直到永远，伊拢是阿们，拢是都是是，这个是就是阿们信息的意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将咱的软弱交予主耶稣，得时不得时，咱拢相信，咱的主耶稣是咱的依靠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讲，我世事失信，伊犹原可信；我世事软正小信，信心软弱无够力。但是我的主耶稣要当我极其软正的时，甲我破掉咧。伊甲我讲，免惊，我甲你同在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今仔日的礼拜，搁一摆，互每一个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信心跳跳，咱重新找倒来咱的软正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信心，这个信，这个意思，圣经叫做 pistis， 牧师甲恁讲过几啊摆，有时翻作道，就是道理的道。因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信用，英语解翻作 faith 信心。但是伊原本的意思，牧师捌解说过，搁一摆复习。这个字就是上帝神圣、圣神神圣的口恳，圣灵神圣的劝告。这个字本身有一种拍开气水，噗，迄个气水冲出来。意思当是上帝圣神啊，伫咱的内底，迄个上帝神圣的智慧、神圣的能力、神圣的迄个知觉、感觉、意识形态，所有思想，自然而然对咱的内底走出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今仔日的圣经两段，今仔日的启文一段，今仔日所有3首的圣诗，无包含上英。结连做伙要真做一篇的讲道，所以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经文有2个主题。第一，咱的上帝是永远伫地的上帝，伊永远无改变。大山要改变，人的性命要改变，独独耶和华直到永远，伊永远无改变。愿天父上帝，伊就是安尼的上帝。这个无改变的上帝，伊来到这个世间，伊用耶稣基督的身份，伊带来伊的应允。伊讲，主耶稣内面所有的一切应允，拢是阿们。保罗讲，伫耶稣基督内底，上帝所予人类的应允，拢是信实的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读这段圣经。天地拢要灭亡，都到咱的上帝要长存，永远存在。天地要亲像外衫对身甲旧，伊要换新天甲地，天地要改变，独独咱的上帝无改变，伊是永远伫地，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所以听弟姊妹，伊若毋是安尼，伊就毋是上帝，因为上帝。甲以色列人讲，我的名叫做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，伊的意思就是无起头，无煞尾，
所以有时咱读着圣经讲，你是阿里法，你是欧米伽，应该是安尼讲，你是阿法，你是欧米伽。阿法甲欧米伽是希腊文的头一个字母甲上落尾字母，所以诗人用这句话来象征，你是头一个，你嘛是上落尾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所咧敬拜上帝，个人甲这个世间所有的上帝无共款，因为伊毋是先天大地，所有的上帝甲咱的上帝无共款。检查有的人敬拜先天大地，因心中嘛有安尼想讲，这个先天大地甲关公无共款，甲妈祖无共款。伊应该嘛是一个无起头、无煞尾的上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毋免甲人搭喙鼓，嘛毋免看轻别人的信仰甲咱无共款。但是，爱有一种的快乐，就是我相信，上帝你真正无共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。主耶稣的降生何等的无简单！今仔咱所听的启应文讲，有一个婴仔要为着恁出世，迄是耶稣要出世进前700年。耶稣要出世进前700年，有一个先知750年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，伊就有一个感动，将这话写起来。有一个婴仔要为着世间人出世的名，要叫做全能的牧师，永远伫第一辈。对，700年后，主耶稣伊个人就是用以赛亚内底所有预言所讲的，就来到咱的中间。今仔日咱相信主耶稣，所以2700年前的以赛亚，2000年前的主耶稣，今仔日的主耶稣，伊本身就会当证明讲，伊2000年、3000年拢总无改变。伊是一个永远伫地、永远的确信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才是奥妙。有什么人会当断定3000年后的代志？无人，独上帝。所以，以赛亚伫第9章第61安尼讲：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，有一个圣婴仔要赏赐互恁。阿门。这就是今仔日咱叫做基督徒最大的脚步。每一年的圣诞节，其实拢是定心听候，拢是定心用感恩的心。然后，迄个听候，毋是要听候迄个鸡仔的红婴仔倒伫迄个鸡仔的马槽内底，毋是。咱是要听候迄个主耶稣是再临，上天国外主耶稣搁再临到咱的中间，这是愿望。所以今仔日的题目是一个信心的观念。我的主耶稣就是上帝永远的确信，迄个凭据。所以保罗讲，伫主耶稣基督内底，上帝所有的应允，拢的确成就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是什么种的确信？救恩、信实、主爱、怜悯。救恩、信实、主爱、怜悯。时间无够个，从所有完整的信息，拢伫一届短短的30分、40分的讲道的内底，牧师甲恁分享甲解说。但是救恩对你来讲是什么？救恩的意思，就是伫我人生中间，我做未来，我也不配。但是上帝，因为伊会听白白予我。信息是什么？信息。咱常常咧讲阿门，阿门就是信息啦。我心所愿，上帝照安尼成就，阿门，这个意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，无够格的信心，伊的圣神进入恁的生命内底。直到有一日，你的心无论透风落雨，拢无受摇动，好吗？主啊，求你保守我，保守我的信心。人生中间无论拄着什种的情景，主，互我无惊吓，互我无焦虑，互我
就亲像伫你坚固的石盘中间透风落雨，我嘛永远受你的保守。主啊，帮助我。所以保罗安尼讲：上帝所有的应允，无论什么，伫耶稣基督内底拢是阿门。兄弟有水无？这个话。所以咱若真正明白圣经的话，任何的一个感动、一个直觉、圣神的启示来到咱的生命中间，咱若真正明白上帝的话，这话就直直走出来，直直走出来，直直走出来，互咱成做一个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能力的人。但是今仔日圣诞节最主要的主题就是，主耶稣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的上帝。所以保罗讲，我就是基督，就算做我死，嘛利益有福。有什么人会当这样确信讲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？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你们都是小耶稣，好不好？但虽然未看见，但是主耶稣你若踮伫我的内底，我唔免表演，自然而然主耶稣你的荣耀就走出来。基督徒唔是用表演的，基督徒是因为主耶稣将伊的活命放伫咱的内底。所以保罗讲，若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成做新创造的人。奉主耶稣的性命祝福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恁伫基督内底的生命，唔是戴着假面具，是真真正正主耶稣将伊荣耀的活命放伫恁的生命中间。我最爱这句话。因为伫英语的经文顶悬，圣经安尼写 ：God never fails me， 后壁佫加一个 yet。God never fails me， 就是上帝决断无互我失望。我的阿公甲我讲的上帝是真的，我的爸爸甲我讲的上帝是真的。我伫我一生的年日中间所经验这个上帝，嘛是照圣经安尼讲的。后壁加一个 yet， 迄个 yet 的意思就是直到今天，直到今天，所有圣经安尼讲的话，拢无一句无信心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经历放伫咱的内底。所以伫今仔日的中间，我要用今仔日用保罗另外一句话讲：我世事我纵然失信。但是伊有原信心，愿天父上帝的圣神，就是这个 pistis， 就是神圣的劝勉，也是讲神圣的悸动。悸动就是伫上帝面前有一个敬畏、惊吓、哑口无言。这就是一种的神圣的，互上帝神圣掠掉的事。一个人伫上帝面前，伊感觉。我不应该搁假笑啊！我不应该搁随便啊！所以伫上帝神圣掠掉的时阵，迄种神圣的感动，愿这种的祝福永远甲咱相合伫地。愿这个主耶稣，照着今仔日的圣经讲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一直到永远，拢是同一样。耶稣基督对永远到永远。拢是阿门。愿主耶稣甲咱相合伫地。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两个圣经内底所互咱的真要紧的智慧。第一就是坚持，咱一生的所有的应允，拢是主耶稣。咱的上帝通过主耶稣，早就已经甲咱陪伴。愿咱伫主耶稣的面前，咱看见上帝永恒的确据。咱甲上帝讲。主，我感谢你。所以伫圣经中间有真侪话，若要用起来讲起来，咱会用足长时间来欢喜条条讲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话早就安尼清楚讲。用我只有讲一句话：约翰福音第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他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上帝疼世间人，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互因通得到永远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永恒的确据。咱的生命要因为主耶稣无共款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为了耶稣改变你的生命。咱信耶稣了后，生命就无改变，无彩讲。你永远会当安尼，你永远当坚持你的想法、你的固执、你的主张，甚至你嘛唔知。但是愿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互主耶稣改变咱的生命。上帝疼世间人，这就是一个永远的变故。对照倒去到圣经，圣经讲，我要用永远的疼你，我要用永远的疼来疼你。愿主甲咱三甲地地，所以主耶稣带来上帝的疼，主耶稣带来上帝的救恩，主耶稣带来上帝的怜悯，主耶稣带来上帝的圣洁甲荣耀，主耶稣嘛带来上帝伊的信息。所以圣经讲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讲分别为圣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的礼拜甲咱的一生有关系。主耶稣降生的日子，毋是敢若咱今生今世有关。主耶稣的降生是甲将来永远有关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主你捌安尼讲过。既然相信你的人，要伫今生得百倍，伫将来得永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人讲耶稣嘛讲轮回吗？是安那耶稣讲伫将来世得永生呢？来世的意思不是第二次的生命轮回，不是。来世的意思是讲，那将要临到的天国。来世的意思就是。来世的意思是指将要临到的上帝国，上帝将来世界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无轮回，人的一生只有一摆，人的今生影响将来。所以愿兄弟姊妹，咱对上帝的话通明白，主耶稣带来上帝的应允。人短短100年，人没有永远的活命。今仔认真生活的人有福气。因为今仔日咱所结的果子要荣耀天父上帝。咱今仔日认真敬畏上帝的人，要真侪上帝的证据吸引伫咱的心上。有一日对于咱天父上帝的家，天父叫伊的萝卜讲，应该安尼讲，天父无叫伊的萝卜甲咱开门，也把天父要徛伫伊的门外，甲咱讲，我所听的囝子。我欢喜，你倒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耶稣基督内底，上帝所讲一切应允，拢是阿门。所以愿咱伫神的内底，无论怎样，永远坚持。无论你有了解无了解，你拢幸福伫上帝。因为伫咱初浅的经历的中间，上帝互咱经验，伊永远无辜负咱。所以，就算说咱无法度参透上帝一切奥妙，咱嘛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是什么人？我要凭什么用理性来认捌你一切奥妙？主啊，互我谦卑伫你的面前承认，我的智慧、我的能力、我的思想拢无够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帝本身就是拯救。上帝本身就是慈爱，上帝本身就是怜悯，上帝本身就是正直甲信实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都爱到今仔日的祭期，咱来听候什么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你一生在听候什么？听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。
一开始我有甲恁分享我的困难，无论为家己祈祷、为教会祈祷、为着囡仔祈祷。所听的姊妹，有时祈祷是一个听候。咱会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敢无听我嘛？上帝，我知影你一定听我的祈祷。但是主啊，敢会当较紧呢？对无？咱有同款的感觉无？有啦，咱的确拢同款。逐摆咱祈祷了后，咱拢亲像真期待讲，亲像去遥控器啊，电视甲开咧，啪一下，伊个电视就随开始演啦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天好就是在盼望当中有指望。所以诗篇，主啊，我咧听候什么？主啊，我咧听候什么？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做礼拜，你带着什么种的脚步来到圣殿呢？你带着什么种的祈祷要迈向明年的新的一年呢？原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咱举头甲主讲，主啊，我一切恶梦拢是你所必办。所以，咱就会记得圣经讲，耶和华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必办的，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想象袂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拄则无事，甲咱解说一摆，即摆佫解释一摆。我的指望在于你，这个指望言语直接翻做 hope， 盼望、希望。但是这个字本身伫犹太人的字。这个字本身伫圣经旧约的希伯来语内底，伊的字根是来自于等待，所以这个字的本身的原文的意思，除了会当翻做希望以外，伊嘛会当翻做听候，所水的一个字，所以当帮助咱学习这个听候的功课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！我第二个坚持就是，你一定无互我失望。或者你相信吗？咱做父母的人，有时咱会互咱的囡仔感觉失望，但是上帝是完全的天父，伊是咱天顶的上帝。虽然咱叫伊做天父，但是伊是上帝，所以伊的话永远无改变，伊嘛无失信，伊嘛无失信。就是无辜负咱。原咱伫今仔日，咱明白圣经讲遐尼多话，啊，啥物上帝的话无空空啦，会记无？几礼拜前无输咱拄仔讲到了，咱礼拜中间咱讲上帝无讲，无上帝不说空话，上帝无讲迄个凊彩讲的话，上帝永远无空空。伊真正意思就是上帝说话算话，说到做到。背起来，兄弟姊妹。用安尼坚持讲，我的上帝是一个说话算话、说到做到的上帝。伊暂时我的祈祷无照安尼做，无代表上帝说话不算话，无代表上帝说得到做不到。我的上帝伊若无安尼照安尼的意思，一定有伊特别的旨意甲伊的意思伫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毋是戆戆信，这是一种超我的信心。若毋是信心，无人愿意安尼相信。愿天父上帝圣心怜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诚做即种，伫外人看是坎是空，戆戆啊信，但是咱知影咱的信是物。所以保罗讲，看似一无所有，各位咧，阿们嘛，兄弟姊妹。咱的上帝是说话算话、说到做到的上帝，所以外人看似一无所有，但是上帝却是样样都有。所以彼得才敢甲人讲：经文我拢无，但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互你爬起来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经文咱有，但是更加要紧，咱没有主耶稣基督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伊的话是信实的，伊的话无空空。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，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相信你永远无互我失望，主你永远无辜负我。
但是是照你的旨意，毋是照我的旨意。因为我的主耶稣有甲我讲，这个杯若通，互伊离开我，苦杯哦，毋是福杯。哦，咱若甲主讲福杯离开我，哇惨啊！咱拢甲上帝讲，福杯满溢。但是主若通，互迄个试探离开我，因为这是主耶稣早的应允，伊知影。所以就算做咱小信，但是咱的上帝永远信心。圣经伊都用英语的两个字，共一个字根叫做信心 （faith）， 一个叫做 faithless， 一个叫做 faithful。信心就亲像一块杯啊，然后上帝，伊就是 faithful， 就是满满的。但是信心若无有圣神，这个杯啊就亲像空的，伊的英语叫做 faithless。就是无够野空空，填满我，咱的上帝是一个永远无失信、永远无空空、永远无辜负咱。上帝说话算话，上帝说到做到，你相信吗？咱我手伫咱的心来讲，上帝我相信，上帝我真正相信。上帝，你说话算话，你说到做到。咱当心来祈祷。请来，以马内利。主耶稣，你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主耶稣，你不但伫阮的教会，伫你的圣殿内，这你嘛伫我的生命中。主耶稣，你充满我，找牵我到各所在。今仔我所行到的所在，人看到主耶稣基督你家己的荣耀，你一切美好。主耶稣，求你充满我，请来，以马内利，以色列圣的耶和华的基督，请你怜悯我，进入我的生命中，奉你家己的圣名求。阿們。Thank you.
咱来吟圣诗217首，咱准备来守圣餐。想要希望救主耶稣替拼着下背后树洞，用我相骨替恁拍破，恁提起家来笑脸我。上帝甲咱对着上帝讲真个背后恁大家，我会做罪人的救下罪恩，我恁将受。被救赎后的内后，连你们是堂笑脸我，甘愿相信最你最光。今日耶稣的圣会中，恨你本心的绿洲娘，我要这就来临欢喜救主，点燃的心。大家请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陪餐者，三甲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耶稣基督对今仔归往伊的人所讲的话。主讲：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。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，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无放杀伊。枵喙焦翕无义的人福气，因为因被得着饱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甲伫地。所听的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捌对主领受，也传授互恁。就是主耶稣基督受病迄暝，有八饼。作社讲，这个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逐摆恁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纪念我，直到我搁再来。亲爱的，这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耶稣，阮照你的交代，阮设立这个圣餐，特别这个充满欢喜甲期待的圣诞节期，主耶稣，阮要感谢你，要学了你，阮嘛要纪念你再临的救恩。主耶稣，通过今仔这个圣餐，祝福阮甲你结连。愿较无迄个以马内利的耶稣，
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甲阮伫地。主耶稣，阮照你的吩咐，摆设这个饼甲葡萄汁，请你临到伫阮的中间，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礼典。主耶稣，求你圣别，用你的活命来变换这个饼甲这个葡萄汁，愿你的荣耀临到伫阮的中间。原来恳求基督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来请英宏长老甲忠胜长老来旁边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饼代表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；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阮伫你的圣殿，阮手摕着你所赏赐圣餐的饼，通过这个饼，我要领受你所赏赐阮的活命。主，你有安尼英文讲，竟然踮伫你内底，这个活命就要成做新的活命。主耶稣，你嘛英文讲，你徛伫门外拍门。主耶稣，阮拍开心门。主耶稣，阮拍开心门。主耶稣，阮拍开心门。主耶稣。请你来，主耶稣，请你来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来请邱吉长老甲英宏长老来旁杯。主耶稣讲，这个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这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代表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，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
恁着试看主稳定的滋味。主愿捧着你所设立新约的杯，愿啉着主你的宝血，洗清阮所有的罪过，互阮真侪新创造的人。你圣神的话泉，要伫阮的生命中间庆出到永远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的十字架已经是阮的荣耀。主耶稣，阮要手捧救恩的杯，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主耶稣，阮虽然不配，但是阮何等的福气，阮会通啉着你新约的杯。主耶稣，阮需要你。主耶稣，阮需要你。主耶稣，阮需要你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，你着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。敢有人无捧着圣餐的杯？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，来用安尼来纪念伊。咱同心来感谢，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你极大的疼痛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成做阮灵魂的食物，阁互阮明白你的疼惜，互阮知影，阮就是你圣子奥妙身躯的肢体。也是受你所祝福、分别做成忠实的信徒，有份伫上帝你永远的国度。主上帝，阮感谢、谦卑恳求，让阮搁一摆将阮家己摆咧伫你面前的事，求主你欢喜接纳阮，用慈悲来怜悯阮，互阮通持续甲你圣洁的交通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准备心来奉献。
请坐平安礼，请做牧师。来用耶稣听你来做咱的祈祷。咱家己直播顶悬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互相请安，用这条诗歌做咱的祝福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恁平安，愿主耶稣的听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拢甲咱三甲地地。耶稣听你。所听你，伫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。求你脱离黑暗的关系，你脱离黑暗关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光明国度，耶稣听你，依偎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专为着阮伫远远的所在的亲人。当信的兄弟姊妹祈祷，求你用你的听围围阮真做一个信仰的家庭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主耶稣你的听真做阮活命的快乐。主啊，嘛为着阮中间有人最近感染，咧恢复的过程，求天父上帝照顾人民帮助，互因无过头即个病痛。也照顾阮中间年长的长辈，互因伫每一日中间拢有上帝你对天人来生命的快乐、平安甲喜乐。愿恳求主你保守照顾。阮后礼拜，阮的教会要感恩90周年。阮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阮无论伫什么所在，阮会当倒来到伫家己信仰的厝。伫这个所在，献上阮感恩的礼拜。主，阮伫你面前恳求你，互这间教会真多有听的活命的教会，毋是阮勉强出来，乃是上帝你的听，是一个活水江河，互这个听就真多伫你的听中间来生活的教会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咱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。刘老师生日快乐！主，阮将你所听的罗卜，刻量长老交伫你的手中。主，伊就是一个活我的见证。主，伫伊的身上有主你的怜悯、你的恩典。主，伫伊生日的时，阮众人同心为着伊献上阮的祈祷。主，恳求主你伫新的一年，每一天，主你恩典的油刻伫伊的身上。互伊的杯满满，主耶稣，互伊灵魂体哪来哪健康，伫人袂话，上帝你凡事拢会。主，你说话算话，你说到做到，你是早伫地、今日伫地、将来的永远伫地，恩典满满的上帝。主，阮将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无论因伫什么所在。主耶稣，恳求你用你的手放伫因的身上，互伊领受你家己的祝福。过来365日，主你每一天，互因呼吸你的慈爱，互因伫你圣神的中间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主，互因智慧的心，
管理家己的生命，互因稳定的油，成做因生命的品尝。我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我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陈牧师要报告，咱请陈牧师报告了，来请书会报告。咱等一下吼，咱的制服吼，90周年的迄领伫咧后壁嘛吼，已经伫后壁是无好，咱来还袂摕转来，咱会使咧去领。我要稍微来解说一下吼，咱迄领的衫的成本是241箍啦。咱教会一向拢袂甲会友趁钱，吼，因为恁已经足疼教会。所以教会嘛，听恁吼，甲恁彼此分享，这就是咱的教会。咱即届的颜料剪吼，咧卖真紧吼，已经搁印第2个出来，所以来还袂买的人吼，较紧来买吼。一张100箍，100箍是入场啦。有几位青年甲我讲，牧师，咱教会较早咧办活动，咱拢有捌用抹彩共吸引入来。为什么咱这2年的圣诞市集，咱拢遐尼侪抹彩品？我要甲咱讲，咱圣诞市集的意义吼。咱圣诞市集通常是要互咱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你去邀请恁的亲人朋友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要提供恁一个甲恁亲人朋友做伙欢乐的时候啦。所以恁来遮，咱有提供真好食的物件以外，咱的抹彩品咱按算200个，咱的抹彩品拢200份以上，这有一点仔夸张。但是感谢咱的会友安尼认真来预备。搁再讲咱的抹彩品拢我看迄个价值拢超过100箍以上有诶搁超过几啊倍今年有名表几颗，脚踏车2辆搁一台折叠式的上新的嘿。我讲我看了嘛，就想要甲伊试起来看卖咧搁法拉利红，搁是21段变速这这我若是有私心我就偷写一张地咧，到时我就念诚信会。但你放心，我绝对袂做这个代志。所以咱若有需要请你赶快购买。头拄已经报告这个是提供你甲你亲人朋友、好朋友做伙的时阵，所以请恁尽量邀请人来参加尽量邀请人来参加。听讲咱附近有教会嘛要办圣诞市集啦过来我无想要讲，毋好讲。愿上帝嘛祝福伊，迄个，所以恁等下较紧来买你买足紧哦，今年，好，报告以上。衫若无领，嘛爱较紧领。有人咧问我讲衫到底当时要穿？我是讲迄个17暝穿，真适当因迄暗咱是咧庆祝90周年，你有看到无？水无？迄个设计的人，恁一定捌伊。迄个字是方怡珍做的很漂亮。迄个后来有个人讲有囡仔礼拜日要穿咧献诗，拢总互恁凊彩穿但是着迄2日咱甲穿互红红水水，安尼就好。报告以上。咱来欢迎今仔日有2个人客，2个家庭来第一个我要甲咱介绍的就是喜乐保育院的董事吴小平姐妹，咱请伊起来，咱大家熟悉。
咱真欢喜小平当时即届来参加喜乐保育园的圣诞晚会，先煞参加今仔日下晡的喜乐保育园的董事会，咱真欢迎伊，甲咱头一摆做伙做礼拜。其实伊常常拢伫咱教会的线上查经典馆有甲咱做伙吼。个另外一个就是丹牧师的大哥的囡仔吼，甲伊大哥囡仔的先生，就是因的家庭来看牧师嘛，吼，因对台南来，全家4个，大大小小，咱欢迎坐伫迄边吼，咱甲伊欢迎。好，咱教会是个上帝真疼咱的教会，嘛真侪兄弟姊妹拢无少着咱家己的时间吼，咱是一个人人服侍的教会。咱是真正是人人服侍的教会，所以是做到10暝到半暝吼，做到足暗。其实是已经已经做一工，当然有啦，前几工拢做到12点吼，前几工拢做到12点安尼，真的是巧思个巧手吼，咱会当留个咱若欢喜的人，恁会当留下摄影，吼，恁会当家己留下一张圣诞照耶稣听恁，咱来请所有人来报告。请咱来看周报。顶周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，主日礼拜9点半伫教会，祈祷会拜三8点伫教堂，青少年团契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。早经班7点半伫教育馆，圣港的活塞，诗会会酒请应红长老、领事暂停苏琴，我本身书函甲交代是钟宏仁甲洪娟执事，爱餐暂停，新安宫读经表，请咱照这顺序家己看。12月18日，德堂教会90周年感恩礼拜，请兄弟同心祈祷。这个感恩礼拜嘛要跨年祷告会，除旧迎新，超越90，迈向100，请咱同心祈祷甲有备。第二，圣诞节活动如下：17日拜六下晡4点半甲4点半是圣诞市集，要欢庆90。18日举行伫礼拜时间举行90周年的感恩礼拜。24日下拜六早起10点要灌气球，暗时咱有彩节甲报佳音的活动，请兄弟踊跃参加。25日是咱的圣诞节赞美礼拜，咱中昼爱餐，欢迎邀请咱的亲友参加。31日拜六暗9点有跨年祷告会。第三，圣诞市集入场券每人100块，欢迎购买。生日的名单以下咱为生日的人来代祷。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有出入，请向出入来更正。代祷事项第一位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。第二位身心欠安的人甲年长的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三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课业来祈祷，为神学的代祷。新大学的有钟硕恩、刘以义、肖明玉。第四为适婚的青年婚姻祈祷。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，有富林教会、自治教会、德克达雅教会。请咱三个来吟上吟信息507首。荣光归俾上帝，请咱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煞，请牧师祝祷。阳光归向给上帝，阳光向家乡去三位一体，在地的在地的，将来
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同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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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请坐，默祷闭会。